Hello，大家好，我係嗰本又到福氣來嘅時間咯。天寒嘅時節啦，大家喜歡食嘅料理底杯，其中有一類就係麻油雞。麻油雞底杯最重要嘅原料呢，就係人哋嘅麻油啦。唔過大家提講，人哋嘅麻油其實有分咯，有本土嘅麻油麻做嘅，也有外國嘅麻做嘅。到底本土同外國嘅麻嘅差別喺哪呢？今日我哋就特別邀請到美濃菜地專門係做麻油嘅師傅專家來同大家分享紹介一下哦。馬上來分享我哋來自美濃嘅吳正賢正賢哥。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哋對美濃來嘅吳正賢，係咧南台河麻油廠第四台嘅負責人。哇，正賢哥，很久冇看到，強勇行嘅暗號呢，今日帶來有乜嘅好事好教嘅呢？等一下我天天嚟同我分享。首先繼續嚟強調一下我哋正賢哥啦。頭先我前面同觀眾朋友有紹介到，其實我哋係麻油雞嘅時節啦，大家都唔會注意到講，到底有嘅麻油，其實嘅麻係本土種嘅，還係外國種嘅？到底聽人嚟看，本土種嘅麻同外國種嘅麻，其實咧差別喺哪？天天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好嗎 ？OK， 所以其實我哋台灣也識嗰度麻油啦，嗬。我哋台灣咧自有啲五牌，目前種最多係啲台南時光咖喱。以台灣跟嗰嘅麻嚟講，差別最大就係油質，出油量啊，就一斤嘅麻可以漲一度油。我哋台灣係最多嘅，品質嘛係最好嘅，係咪？唔過正樣講，像唔講嘅啦，人哋咧自由率像5%哦。外國進口嗰度，係乜嘅原因幫人哋咧麻種嘅顏色？其實人哋麻品質啱好，應該大家會想要嚟種人佢一些時咧出油量啱多，錯冇？主要係咧嗰度講啦。對種到菜樹，到人哋可以加工，然後可以用人工。所以佢將係種麻，我請到幫助人。他講嘢做其他佢較強門嘅生態，因為也種90到120年啦，米嘅長熟，咁用人工去做，係咪？其實古所講，佢冇像人其他像禾嘅啦，喺其他農產品，佢可能可以用機械化嘅方式去種，甚至於講採收啦，或幫助嗰度。你發有同政府佢哋反映講一件事情搶緊人哋講農糧署啦，還有農委會嗰種天數嚟做一啲改良啊，有嘅佢哋政府有想到一個方式。目前有經常做啦，我4年前開始做麻行，我去上課嘛，去台南農改場上課，一下就想引進幾個嘅捆綁機啊，個改良南美洲品種嗬，因為我哋台灣麻呀嗬，熟嘅下又會別過來。別過來，我哋樹下攞啲天橋行。南美洲唔會別過來，所以人講跟南美洲一種唔會別過來基因啦。改良到我哋台南以後來，我也就需要時間啦。如果不如10年，10年到20年都係辦法啊！真是從今年那個育種係咧清長嘅時間，希望我夾啦，冇錯，人哋咧買暗號，結果大家因為一個方式，一個原因都冇法做好大量嘅種植啦，先可惜嘅一件事情。你發有人想講買咗係唔係可以用含前暗熟嘅時間都幫佢數上紅了？有按你嘅想法嗎？按你就冇事啦，我試過，麻冇吹過90年可以採熟啊，你就現做芝麻醬，係人哋試過嘛，又會漂來，冇重稱，做出嘅東西就唔冇食。人哋本土種嘅麻嘅青，人哋講嘅青傲嬌嘅，一定我走其他嘅品種嘅，時間多嘅就真可以採收。錯。哇！你反而自家感覺到咁本土種嘅麻，佢同外國嘅麻，佢哋睇樹上都冇共用嘅嘛嗬。你睇後期米製作嘅工序地位，佢哋會有差別嘛？需要說可能炒嘅時間夠久，也係講炸油嘅時間有乜嘅地方要注意嘅地方嘛？其實我10多年前接油廠嘅時間，我就想到像大公司安尼，買個最新嘅機器，腳眼都嚟做，都嚟麻多喺油就出來，係最簡單。我種麻以後就發現米貴嘅麻成熟度冇相同，唔係講古天版嘅安尼工法做出嚟做嘅，因為太廠係呢跟油漿出嚟再去做調和。我哋目前133年嘅做法就係跟麻炒到熟，又香，那有吸過，吸完那有蒸，蒸的那爆再送油壓機，跟油漿出來以後，
再比成代，成代系在买本二盒，所以跟一般的太公司就冇相同，所以我中马香就用起啊想法，就乖过来用老式的方式来加麻油安尼。用最传统的方式，有按刀的步骤安尼做。佢说，麻煮上滚落之后，我先掏锅嘛。哦呀，就掏个起锅啊，起锅我哋好摆锅，就较强身的唔好嘅我哋个太嚟，啊蒙炒呀吼，我压规锅嘅麻油会变糊，省得。佢说按你看方嚟，睇起嘅时间，睇掏嘅时间，其實個標準用看得出來嘛？看冇嘛出來，所以用天山啊，天山切，較重嘅跌下來，較強我就比咗嘅，就用天山比除咗嘅。就像以前人哋樹上嘅磨嘅時候，有嗰個鳳柴嘛，按你倒下去碰本佢錘按你。係錯，係。相同嘅方式。頭頭之前講嘛，係用炒得嚟，係嘛？啊炒係之後，係唔係強用同人哋食東西強乾燒都可以來炸油嘅啊？哦，冇啊，比涼，瞬間降熱，就保存下蜂蜜啦。係你老式的方式啦。之前講嘅頭頭談到一個關鍵字哦，我講瞬間降熱，做唔得本佢天嘅講大一個溫度，做嘛嘅我用瞬間降熱一個方式。天嘅我地杯我起喺地杯啊。地杯為輔，所以瞬間可能就用提氣啊，刷提氣，3分鐘就溫度降下來就做得嚟。喺天嘅嗬，用腳盤咧省啊嗬，但係地杯就會腐嘅，就高台就省得。喺用板咧瞬間降熱，你可以再具體同人哋說明一下嘛？我哋會燙喺地天嚟烘啊，天嚟烘比降溫啊，降溫。按你天嚟烘係貴鑊嘅，又係講我散開來，按你本嘅。係就散開來，湯扒係湯開，將湯焗樣嘅。哦。哇！按你咧廣場嘅度假龜頭鋪咧，而家炒好啊貴鑊嘅，按你睇天嚟烘，啊，等下要喺樹烘來，啊，再準備做烘來。哇！按你睇炸油嘅時間要降大一個溫度，所以說糖烘來按你炸油嘅方式算係冷壓嘛，係咪按你？算低溫啊。低溫哦。以最高嘅標準嚟講，冷壓嚇就一天冇經過焙炒，炒都冇炒，只只醬油，啊我醬出油淡慢水，冇開到。嗰時有嘅算低溫，按你低溫同高溫炸出來有差別，有點難。差別啊，剛剛就不管風味來，意思嚟講啊嚇，即係講保存，我油控20%也唔會快。啊唔像其他啊嚇，也中間溫度800度，800到1000度。哇！其實已經一個油脂已經變化，而真係做調和啦。所以伊也種油控唔夠，風味冇按好。難怪野餐咪吼，幾年來啦吼，大家不論係乜嘅油，可能大部分咧糖都會講人哋都係用低溫咧，冇到冷壓，因為油脂嘅東西，假使到溫度一旦高烘落，佢就有可能佢嘅品質都會有變化，係咪？冇唔錯，係。安尼能睇做一個低溫嘅部分，有去測量過佢嘅低溫，到底喺哪一個範圍底部佢嘅品質可能有一個標準冇？因為更加幾多年如果講以前調擺嘅方式可能有一個感覺，啊唔過更加新嘅方式來講，新嘅作業來講，都大部分都會講求一個 SOP， 會有一個標準。啊，你自己接觸之後啊，你自己有一些新的想法，你會用一種 SOP 嘅方式套用喺你嘅炸油嘅過程底部冇？目前就像炒麻就觸感啦。因為麻會硬硬嘅，我哋炒多啊，我哋嫩一下啊，瞬間出油就好嘅。啊，伊溫度就冇固定，因為麻太細啦冇停板。啊，像我哋整嘅話，我哋隔水加熱差唔多就70度，70度差唔多，我哋還能提高它的出油量，就以按嚟做標準。嗰種人咧嘅買米其實咧可能太細冇強用，然後看佢啊嘅成分啊，太細，伊決定講一擺人哋壓一起，然後按用板去處理佢。錯，哇！安尼真是幾識經驗呢。啊，累積嘅TC推嘛，累積一道嘅經驗，真可以說，差唔多一看，也係講一炒，我都提供一擺嘅炒範圍去睇內。我係差唔多學嘅年過，係差。更加較鬆反，較唔按緊張，就差唔多時間啦、貨啦，一樣掌控啊嗬，較不用輕鬆，啊冇，咱開始學下就大慢講炒快。炒快意思係講乜嘅？炒本期出貨來燒燒焦安尼嘛？
炒喇叭火麻油唔会上，炒铁锅火麻油是唔得。嗰個最重要做麻油最重要一步都係炒嘅過程。炸油嘅時間，除了講要幫佢散熱啦，嘅水分要從迄個去之外，但食麻油嘅時間有冇個特別要注意嘅地方嘛？注意就會因為時間調配啦，因為我哋規日嚟做哈，又要炒，又要夾，又要整，又要爆，又要醬，所以就一年兩年做哈，要協調，可能我做一片，來做一片。按最佳嘅時間就那間油炸出來安尼。就爭取趁新鮮啦，幫佢炸出來，總比好些鎖起來，同佢後面頭同營養嘅成分鎖喺底部。安尼好嘅東西都係油炸出來嘛，純嘅嗰種炸咯，跟麻嘅其他純嘅嗰種，你剩下的這個要用板去處理啊。也就我都麻油泡，就有機肥，中法中菜都得嗰個用。你冇研究講，除了做一個中法中菜之外，還有其他研究嘅方式，都加下我哋講嘅生物科技啦，也講其他嘅方式幫佢做化妝品也好啦，其他嘅東西。其實一種炒可以8-9分熟嘅也好，做化妝品冇適合，炒5分熟，將來做芝麻醬嘅熟圖，那就適合。目前就做皮料，我哋還有拿來做易肥。就拿來泡其他糖漿啊，到中菜時節，然後用噴起嚟，像同噴出不是啲東西係嚟啦。其實冇弄係啦，唔過因為基本上地杯除了炸油係嚟之後，其實頭先講嘅麻泡地杯含有幾多營養嘅成分，除了噴出不是某一天供應下研究出來，可能可以噴通不是做飼料。嗰是得啦，嗰是得，嗰含40年時間，我嗰度然後買嚟。然後佢做變粉啊，將牛奶粉的粉，伊加飼料噴起食，是健康。哇，跟人哋本土種嘅麻冇想到，還有按多種嘅好處理。哇，觀眾朋友，聽到嘅冇，人哋本土種嘅麻做出來嘅油啊，就會按好。唔過，還做會出來哪道嘅料理，也係講產品呢？大家休息一下，CB3，繼續嚟同大家分享哦。歡迎大家回到福氣來咯。前面有講到麻嘅故事，唔過呢麻嘅除了按後堂嘅故事之外，還有哪一條特別嘅地方？我哋繼續嚟請教曾賢哥吧。曾賢哥，一個就係唔講嘅本土種嘅麻啊，冇唔錯，伊咧按糟，伊咧含生嘅，嗰種一個係自然本佢糟嘅嘛，樹上下來。就差唔多90年過去啊，我就看電視冇落以後，我就最聽講割下來，佢過嚟曬，曬到出按糟，我哋多將嚟打，麻就會跌出來。按你多，按你打，按你烤，本佢跌出來。應該是按太年，那真是第一擺看過含前烤出來嘅麻貴嘅安尼。其實安尼一細條，地杯有嘅一細條地杯有一道嘅麻，一道粒吧。一啲夾嘅地杯有4個對夾，差唔多80粒。80粒安尼，細一粒都80粒哦。80粒。哇，安尼算好了，有嘅，你數好就有幾百粒安尼。安尼炸一罐油差唔多。一道嘅麻啊！差唔多2-3斤嘅麻。2-3斤，有嘅含唔多。含冇多。哇！你我嗰一道你真係要炸就一罐油。一盤咧，一罐油。哇！你真是種麻嘅辛苦，難怪當年我用金條嘅直接去買嘅。錯。哎呦，真是怪貼片嘅。那安尼嘅話下頭都我哋要講到用一個本土種出來麻嘅。炸出來有些幾好，油脂幾好嘛，有做嘅東西也幾好食。因為可能觀眾朋友更加品唔到，唔過我哋喺現場地方全部都係麻油椒嘅面線。嗰時候我實在唔係嚟強開我哋嚟嘗一下，順勢嚟談真人講同我哋小姐講，麻都係可以做呢度嘅麻料理，好嘛 ？OK。更加呢，製作單位準備好，我哋都先講嘅，我哋咧麻油椒、麻油雞，有嘅就係用我哋本土種麻油做出來麻油雞嘛。
哇，真是贵香嘞！安尼怎样讲？突然讲一下，有个迄人也系自家做的嘛，还迄人去请师傅来做的呀。哦，自家做的啊，就迄个呢韩式米线啊。迄个呢韩式就像大家庭哦，五个生日甲爸爸妈妈7个人。伊只鸡啊吼，伊等于分磨2块肉。啊，所以俺拢用那个做麻油酒的伊姜啊吼，啊麻油汁啊吼，来搅翻色。唔错，像讲的也跟人都真有印象嘅。虽然你可能人想唔到肉色，但人都会亲像嗰啲油嘅面啊，咸咸香香，哦，放嘅饭，放3碗饭，哦，一桶嘅都可以哦。誒，即係講，有咗安尼食一個麻油雞啊，你都係食下去，唔錯，都係個麻油嘅香味，都更加啊，我最底部全部都係麻油香味。啊，唔過。一雞肉真好食呢，真 Q 又真甜呢。有個雞係唔係人哋特別透過嘅？特別透過嘅，因為我上幾年前想做麻油料理包，啊我透過雞啊吼，冷凍過後再嚟加熱模式。啊我去年前度台灣好嘅文昌雞，台灣適合做冷凍包。就我嗰度朋友去北山啊，去露營啊，都拿來用冷凍包煮火鍋。啊我就煮嘅攪飯式安尼，特別適合肉質台灣好啊。係啊，真方便啊！啊，唔過有個文昌雞頭都講嘅有個雞，也係面用自家當地學嘅嘛。哦，冇，也個係你伊個朋友介紹嘅，就因為伊個屠宰場啊，一擺飼量當蠻多，啊，一個就係有小肚皮賣唔得咧，好像算次級品啊，啊，我就該買來，我來做料理包安尼。哦，按你方唔能自家嘅做一個麻油雞啊，佢有個炒嘅個時間，唔能雖然講用自家嘅麻油，你們可以注意講有個麻油雞耐熱嘅程度到一度突，咁可以本佢有個香味啊，有個味道發揮到最好。做料理嘅部分，你能自家去研究嘛？哦，佢當然講麻油雞係呢適合炒熱，其實吼也係呢台灣太唔錯嘅想法吼。麻油係呢良性嘅。按個麻油嘅起煙，你睇180度到200度。好食的麻油雞啊，就中小火偏薑。用像有焦黃誒雞肉倒下去，慢慢嚟炒。炒到半生熟嘅吼，再跟酒跟水倒下去。酒跟水倒滿嚟，再開大火煮俾佢。安尼咧麻油雞那唔會燥熱，那好食。哦。做唔到大火，大火就燥熱，啊麻會變糊。按規鍋嘅雞就唔好食。難怪有嘅時間，人哋是按到麻油嘅，有嘅啊，人哋鐵在食下冇錯清香，但唔過啊，佢就會有失敗出貨來嘅嗰種面試，人哋咧想講，就太大火，都係喺佢個油嘅問題，還係佢料理嘅時間處理嘅方式嘅問題。哦，原來安尼，細火本佢有個強，好。炒出有個變個有個香味出來之後，吼，將天天來做下一步。哦，嗰種冇大火啦，大火其實對油嚟講，對人是係一樣唔係幾好。冇關鍵，冇食。係啊，安尼嘅話，怎樣講？頭都安尼食啊，幾好食。啊，做乜嘅會有一個想法，料理包嘅想法，這個係人家同人建議嘅呢，還係人自己研究出來呀？第一咧就以前我不是露營嘛，就講用嘅啊種。麻油雞料理包，我哋啲山東國是一種同事客，再嚟就講他家見較冇啲煮嘅，細家庭嘅，想講做料理包嚇，本他家佢哋下班咧，有啲比方天我地杯10分鐘就可以上桌可以食飯嚟咧，那我安尼想法咧。就想講，其實人哋也都係用木匠嘅方式啦，順勢嚟提供講人哋啲麻油係還可以做安尼按好食嘅料理嘛。按你嘅話啊，之前講，人自家除了做一個麻油嘅料理，聽講啊，連一個茶也係講個貼係係咩？係錯。貼係點啊？佢不要用賣嘛？按你批唔出來呢？我哋去年咧，我哋就喺係中華食安協會理事長曾貴祖老師帶領我哋嚇，我哋就用米農嘅147的米，來做改編，我哋就拿來炒，炒變成玄米茶樣嘅，來做茶包。啊，我哋就旗下傳統啊，比如講美濃888，美濃窯，里長台灣雕，我還有美式趣肯一個烤肉店，我加上我哋辦嘅店，就想講我哋送出一個冷泡茶，本我哋在啲美濃嘅傳統，佢拿來盤在台二客嚟練安尼。
哦，所以俺哋吃的大蛮球，哦，对去年在综艺俺家也还最合适的，俺就送出来，啊，可是来分来闽南料理下来分享安尼。嗰個也比茶碟杯佢係米唔係賣。唔。啊，唔過呢，係後尾人係講唔能除了唔自家種賣，其實接下來改道採替闽南嘅產業，大家嚟共同嚟推出一個算係組合包嗰種嘅方式，然後加上也比茶。推廣闽南嘅農產安尼嘛吼，係錯，用也嘅用意。嗰說除了也比茶，頭到我哋講嘅麻油雞之外，還看到其他嘅帶過來，就係睇下嘅想法之下研究出來嘅東西咯。係，我哋今年就年代推出年菜禮盒啦。哦，就像里長台灣條也砂鍋魚頭，啊888也梅乾扣肉的菜，嗰個農會送出來蘿蔔梅農，我哋我哋白玉蘿蔔做嘅。蘿蔔糕，嗰個加上闽南147的米，嗰個我哋闽南嘅鴨蓮咧，嗰個我麻油雞，嗰個還有一啲烤肉店送出來大炒蝦，做一啲包裝，買俾我哋兒下咧。嗰個買咧，我哋頭到之前講嘅年菜組合，底部就有暗道嘅東西，係，是啲弄闽南嘅東西。哎呦，哇，幾厲害咧！等你真係我等下，像入嘅係頭到唔講嘅砂鍋魚頭嘅組合，中間也一個細。中間就係我哋888送出來梅乾扣肉菜，我哋客家最有名嘅菜，也咩大滿幫飯咧。梅乾扣肉出菜咧，真係萬世基因之一咧。前面嘅我看到係下貢嘅，下貢係，大炒蝦。這樣講，安尼嘅話，其實唔能推出係大家自家嘅得意之作嘛，吼，組合起來做年菜。唔能一條菜底杯又可以結合唔自家做嘅麻油來做嘅料理嘛？做料理，鴨蓮就可以用麻油來炒啊。係哦，我冇試過呢，係用板炒，炒好之後加麻油，還是加麻油自家下去炒？加麻油自家下去炒。其實鴨蓮呢，10秒鐘之內就要起鍋嘅。所以唔包下上，建議下上嘅鴨蓮不用下去。加炒就可以食咧，炒太久會變得蠻濃，唔好食。同嘅麻油就強用啊，就是只嘅薑啦，也係講嘛嘅特別強強嘅東西，加上麻油之後，炒一下，溫度唔是太高，啊加上嘅鴨蓮啊炒啊，10秒鐘底部都衝出來。就可以創作嘅。哎呦，過去之後我要嚟想辦法嚟試一下。我知道。冇試過用麻油嚟炒嘅鴨蓮呢。甚至於講像有嘅頭都講嘅砂鍋魚頭啦，吼，其實加上麻油也變咗一類人哋是睇講嘅麻油火鍋嗰種嘅想法。咩可以，弄做得係。最主要唔自家用板，上嘅是唔自家加上去都可以嘅。米呢有米求米嘛，有啲是可以從，有啲建議一上就做得嚟。其實你看對飯可以是，對米可以是，對菜到牛，甚至於講甜點水果也都有。我做一個宴席料理啊，這叫闽南獨有。中國弄闽南嘅。弄有嘅。弄闽南嘅東西。按好有個想法啊，喺萬年發人講發起也好，串聯也好，冇大家應該平時人自己有睇交流做一件事情嘛，用馬上就會想到說，人可以推出一個方式來推銷人菜體嘅農產。因為見他家人攏出嚟了嘛，吼，我哋就想講，除了來闽南食飯呢，嘛可以是其他東西，既然人哋闽南嘅按多嘅按好式嘅傳統，可能就嚟結合一下，你算同業結盟啦，人攏開傳統嘅，人哋就想講，人哋產品拿出來，好做啲組合，本人哋外地嘅人可以食到人哋唔食到闽南，相對可以食到闽南嘅菜，安尼，這樣講，前面有講到，也個係算今年第一擺做推出來嘅嘛。人哋推出嘅時間，更加菜體嘅鄉親也好，也係講老輩朋友也好，佢哋接觸到一個熟悉嘅時間，佢哋有樣板嘅反應嘛。當然高興啊！尤其嗰種你冇試過，人哋咧白蘿蔔做蘿蔔糕，人哋嘛吃的，但係叫人哋講人哋 MEC，係咧人哋可以接受嘅。人哋買出對係咧人哋更加大蠻好食咧，人哋那我拿出嚟賣俾你啊！嗰種佢唔係搶，雖然講佢一個名係年菜啦，但係唔係搶過年嘅時間可以賣，平時也做得賣出嘛。係，人哋啱先就會人哋送出來就不定時，
开放预约采购，俺就做出来就基本安尼。有个更加有个组合，虽然讲俺能看到喺古天有个，佢几位水准，用山啊，有种季节的神山季节的毛球用，有个内容会唔会换过？譬如讲人哋托马多也好，其他神山兼也係冬季嘅当季的，人哋都揀入嚟，温啲咧講毛球用嘅。当然啦，而是它在地在适当的时间的农产品，人哋就按你想法，我就会慢慢来改啦。因为人哋米白菜人哋弄来吃人哋满意的，人可以送出来，那不人哋认下呢。哇，真的蛮改好的，但像好想法改好啊，特别是在内容品质也都有人来把关也改好的东西。嗰时候他家想话，要嘅讲面农条，但那条河是咧，其实天一白陆地嘅，太可以有那条係陸地嘅。哇，觀眾朋友，有個想法真是改好呢。唔單止哦，這個喺麻油菇嘅吼，還可以結合人哋面農吼菜地嘅農山啊，也係講料理，哦，結合推出一個屬於人哋面農專門嘅年菜組合。啊，唔過除了按呢之外，曾燕哥今日還有做哪條嘅事情呢？休息一下，再來同大家分享哦。曾燕哥今日睇面農吼，按用心做成品質按好嘅本土賣，除了可以食之外呢，今日還有哪啲嘅想法同應用，繼續嚟請教一下曾燕哥吧。曾燕哥，有關一個賣啊，其實有幾多嘅想法啦。啊，唔過頭到係面對件事情，前面有問到，結果吼填表係咧，講炒賣炒好之後，炸油，炸油嘅本土吼係有一啲固定嘅，啊，唔有講一啲熟土。炸油嘅熟土係全部熟，啊，還有咧公模熟嘅可以嚟做賣種，做埋嘅做醬同嘅炸油嘅熟土誒冇共用啊，熟度的部分為什麼會這個？就是小米啊，因為我哋炸油係咧取芝麻油，唔係食芝麻粒。其實最健康就是芝麻整顆吃下去，所以我哋兩米復耕以後，那送出青麻油跟芝麻醬。芝麻醬就炒5分熟，7、8熟誒，就拿來磨成醬，食。我沒有做芝麻粒，就規粒食係大槍食，食得規個身體都會麻咪是。這隻食嘅麻料嘅，按嚟食都可以食到全身都麻咪是。嗌咧就啲嘢，就出名嘅。按厲害，等下有閒人嚟吃一下。除了做麻醬，其實嗌攏啲吼，麻醬可以按嚟食嘛吼。你們麻醬糖講還有其他冇共用嘅食法係咪？我像我有做食農教育法，我會買香蕉種在，溫麻醬本地好食。對啊，我第一擺糖到，我哋咧種就可以溫嘅麻醬來食呢。是很好吃的哦，米的飲食咧都比讚。你哋嘅種就黃嘅也係長嘅。黃嘅。哦。有啲香港奇怪，第一擺糖到有嘅食法，佢等下攰。這樣講，而家買種醬嚟吃，嚟吃過那些。一擺糖果，而家嘅用意係咩種嘅呢？一般係食嘅西餐嘅嗰種沙拉，佢講人家加係胡麻醬，人家係食隻麻醬，嗰牛嘅一種。嗰牛嘅最高級嘅，完全沒稀釋。姜在嘛喺我哋面農種嘅，我哋面農嘛種嗰度姜在，所以我哋用在地嘅食材嚟幫佢迎合體驗嚟。唔過人咧做嘅方除了嘅麻醬同埋嘅熟食之外，甚至還有咧個細個咧，人係推出有某個新嘅產品嘛，用嘅自扣嘅種。就係我跟其實咧長美品店咧推介，推出咧我用我哋芝麻醬嚟做嘅意式冰淇淋。意式冰淇淋，我哋沒有用芝麻醬嚟做芝麻奶酪。就會本地客體驗我哋大蠻多種嘅食法。按嚟有閒人可以來送看下先，到底人哋本土種嘅芝麻口味同外國吼其他人家一般咧嘅店嘅出來嘅嗰種麻嘅口味有冇嘅冇相同嘅冇？好啊，冇問題。當然嚟講，應該人哋嘅麻本土麻做出來嘅味道吼，應該更加濃，更加嘅盤安尼。係我嗰度日本來嘅朋友，攏講我一種麻做出來嘅東西比日本咧係啊較上較好食。
啊，你之前个听到也有讲到嘛，你有做个食农教育，像也个炒麻油的文土啦、熟土啦，这种其实都在你的食农教育的课程底部都可以学到错嘛。嘿，错冇错。啊，你食农教育可以同人哋觀眾朋友好好了解下，你食農教育嘅行程啦，也講內容係乜嘅？我開始種嘛，10年前種嘅下就想講，我種嘅就最主要係一本，除了我要生產嘛，我最主要係一本嗰度小朋友冇看過嘛咧。我其實裡面弄超過70歲那有看過嘛。啊，從我有看過，看到安尼可能看過。冇喺我冇種眼底馬上都樣嘅，嚇，最主要係就推出食農教育，對我可是種嘅下幫助，嚇啊嚟採樹、烤麻嘅，都兩米炒麻嘅，做芝麻醬，哦，攏可以嚟體驗。就依照我每擺種嘅過程，90年到120年中間，可以嚟參加我嚟種嘅農事體驗。哦，就對鹽嘅方種麻嘅開始唔用辦去嘅幫助啦，吼採收啦，甚至於講到烤麻嘅、曬麻嘅一條都可以體驗到。啊，甚樹上後按用辦去炒麻嘅、炸油嘅度，也都可以體驗到。係冇錯。一連貫嘅工序都喺底背。係。啊，你反而建議大家某個時節、那個季節吼，就預約一個參加一個食農教育嘅課程個好啊。好，我哋米農吼就趁着寒暑假時間。就可以嚟預約嚟體驗。啊，不過還做甜食啦，因為我種的地落葉下嚟做農事體驗，因為馬個強水。哦。啊，嗰種喺參加之前可以去掃描，也係講直接打電話嚟同你預約一種課程。哦，臉書輸入南投河就可以跟他聯繫咧。哦，以前人哋點嘅名嘅都可以簽得到嘅。啊，你除了人家一般嘅家庭啊，吼，新人嚟帶來了，有學過同人合作定期嚟推廣一個課程嘅冇？有啊，就係結中生弄有來。我最好帶學生嚟做食農教育。做埋我多年前帶先以花蓮推動了炒火茶。哦，看你哦，我講西瓜。先人就講看蛋糕。先講。見過水果攏係你哋輸嘅蛋糕嘅，唔啲啊每種樣式冇相同，所以我最好帶學生做食農教育就係咧，不演啲啊食物嘅原貌、食物嘅原味，不演深刻植入他們的 DNA 裡面，係讓最好嘅方式。啊，你哋食農教育推廣到更加差唔多1個月嘅時間啦，對你接觸之後都開始都更加嘛？就我開始種嘛，天然就開始攀咧，就會進攀就會進改變進步嘛，像我用嘅本來你哈，都愛油廠，不止可能是麻油，最主要因是也原料，都最良民嘅宗旨就要珍惜食物，因為食物來之不易，因為經鋼鐵人那麼辛苦，因為今年甜食變化，冇像以前。鹽鋪就啲啊，那叫落葉啊，那叫樣嘅。佢冇嘅，佢落個葉就1點鐘到打問題，要出睇呢台。好，所以也今年鋼鐵人佢辛苦，所以我最主要別人提供，也一粒粒買，我講對我種到本色至冇150年。錯嘛，我種嘅90到120年，再加工，邊芝麻醬邊餅邊油，本色要150年。所以唔係講唔化，幾百年所有東西很簡單。我珍惜一個食物，我了解一個食物，係安尼，我最主要用意係安尼。本大家有咧吼溝通咧一個概念啦，都講係我哋這個台灣本身嘅農產安好，應用版生產出來，希望大家可以去珍惜佢。係冇錯係。真係講，頭先安尼講啊，除了食農教育，人哋這個產品研發也好啦，吼，一種改良，其實都有一個目標在嘛。啊，唔過談講啊，還有一啲東西，睇人哋買嘅產品過程之中，係誤打誤撞吃出來，就係頭先係順後一兩袋某個東西，大家收起啊，好唔好？好，有擺炒麻時間，天蛋大天一直下天蛋啊，下我要把它炒出貨來的，出貨來就像醬可那麼樣，醬嘅油就出貨來是唔得，客家人咩，就冇弄起，就像阿姨油可以做嘛油，我嚟做飯件食可能，做，結果寫出來寫下就批到出貨來的米線，所以我就在改良啦，我兩面做嘅手工皂就係用顏色的油嚟做手工皂。我哋會加艾草啊，加左手香啊，冇加
天然的精油来调配做各式无相同的口味的手工皂，然后本你用安尼。哦，安尼一个饭店底杯批的都买个米丝嘛。一细细的，好，无可以从。无像能剃白做。剃白做吃菜虫，还谁就出破了。亲像吃过那些哦，西方嘞全部都是麻油酒的那种米丝。冇错。啊，你这样讲，唔自家做一个饭店啊，还唔自家去做嘛？唔行好嘅案头啊，行自家要做一个饭店。哦，冇呀，就实在咩？就我就喊我太太学，去上课，系讲因为要做本人用生活的方式，干活东西做出来，我就报名一团人上课，法湾公园去上我再过来吃，啊，这吃，因为真吃得真细嘛，现在洗多点咪讲哎做得，像我洗来研究洗团那么洗面洗成一块饭店手工皂就 OK。改方便也改好咧。啊，唔过而家就要同佢斗毛讲，明摆拢抢钱嘅头都冇去做，等麻烦去。系啊，就想讲，因为我有从133年咧，就想讲爱创新。除了我本业周游了，我就想设定一年要有2件事情要进步，我就创新，原有要进步，我就要研发创新，啊，本业个工厂虽然旧，过就源源不绝生命力安尼。其实你的算一点点丰富啊，正样讲下，不断的说哈，该推陈出新呐。米磊刚刚你呢，除了就继续的研发之外，其实近期有那条可以去不同的想法已经呈现出来的嘛。米磊就是我就想讲做个小厨房，来始终叫要升级，来高能用来煮麻油。其实他刚你都讲啊，吃麻油吃的会热啦，其实唔错麻油，是健康。我就想要开个小厨房，始终叫去转型的，来搞牛煮。尤其像煮成特是咧按好吃的东西，我要搞唔煮，搞唔煎鸡春，做鸡肉，煎猪肉，本身也是健康，本身也含水就好食麻油。是干一个米头本地人变做一个含水都太一个肥味，从家乡的米是，因为这一个最重要的品质按好的油，假使讲模年糕的话，也是弄下的，就按高的温度去炒呀，一个本身冇煮过来的米是本炒到有煮过来的米是，到底一个问题係硬的油，也係自己技術的問題。哇，觀眾朋友。你看怎样个呢？按用心种出来的麻油，咱本来提到讲，俺们本土其实还有按好的麻，跟外国的呀都冇相同呢。也希望大家继续来支持像俺们怎样个靠今日按用心种出来的台湾的农产品，唔单单在米农哦，其实全台湾因那种穷用，俺们农民朋友按用心种出来的东西，俺们自然好好同佢哋支持，怎么呢？再一次感谢俺们怎样个给我们带来按精彩的故事同按好吃的麻油料理哦，多谢哦。感谢主持人。分享大家来闽农亲爱了哈。好哦，喺闽农老了之前呢，请用听听我哋先生来运动一下吧。希望我哋福起來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